摊主给俺做真错的了呀，推人点把这用业的，我们做推那么样，真大这个，电梯是古典有吧，还可以记得。啊你，江苏吹到路着，那么样去个팀장이吧，新业切多着吧？哦呀，那咱们家就都不过层面给的。阿妈做嘛是不过是吧？电推的到了7点7头，贴做的生病呢，车没办法走啊，忙不这个惊吓。家长给那里看车对面，车那给那个的看车马过行度，车就是俺那块路吧以内嘞，看那就啥大车子，刚俺他的东个水，东俺他的要都就是这，马上个去了，不把钱包就偷个日呗。前那老妈说，偷就输掉啊，输掉。高考是我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但是班主任把这件事情当成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，跟我们一起跑了3年。早上天还没亮，老师就已经到了；晚上天已经黑了，老师还没走。哇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呀？我会努力的，我会让班主任不失望，会让班主任觉得哇，我也有很好的学生呀，我也是个很幸福的老师呀。天天给那个别弄了，分考必过是一个定着的，不错那个了，热着大这些个样。他就给那个天那么了，偏那大的嘞，那么做这边俺们基金的大这要不去说啊，哦。